後來鄉親繼續要來看一對勇敢的母仔囝協助着警方壓制嫌犯。家人一個太太帶着讀國中的後生，看到員警咧盤查兩個嫌犯，其中一個嫌犯想要趁機會甲毒品彈掉，太太看到就叫後生去提醒着警察。想袂到兩個嫌犯突然間情緒激動，甲員警起骹動手，媽媽驚後生發生着意外，嘛加入着戰局，成功壓制其中一個嫌犯。員警將這個查某人二塗骹，佮用手銬甲銬掉咧，因為伊佇警方臨檢的時拍警察。好，小心哦！卡人嫌犯被抓到，員警趕緊提醒看到這個鄉親離開現場。這擺當成功抓到兩個嫌犯，要感謝熱心的鄉親。員警局長甲這個熱心的姓丁的婦人人說道聲，原來伊佇警察在抓嫌犯的時加入戰局，一個人就制服一個嫌犯。那我就被他摔了幾下，我就蹲下去，就把他的腳拉起來，就摔了2次這樣。代志發生伫7時下晡，家人福興路姓丁的負責人甲後生豆花食沙，看到兩員警伫盤查兩個嫌犯。嫌犯趁警方無注意的時，偷偷將這個毒品彈掉。這個負責人就叫後生去提醒警方。這群嫌犯呢，拍什麼逃走，佮拍警察。這個負責人看這個情形，趕緊去倒三工，成功壓制一個嫌犯。然後他就試圖也要摔我，因為他想要掙脫，所以我就又剛好又看到他的腳有空隙，又抓住他，就甩過去。摔過去，我就坐在他身上。這個負責人的表現，和過路人攏學了講，伊是真英雄。是講這個負責人嘛表示講，伊當時看到後生的附近，嘛真煩惱伊安慰，想不到因後生會這勇敢。很緊張，然後呢？怕我會被那個攻擊到，所以我就趕快報警。行車搖晃並有交通違規情事，員警見狀立即上前盤查，發現陳男精神恍惚，已有毒駕情形。所幸現場熱心民眾及時挺身協助，警方快打警力亦迅速到場支援，順利將2人制服逮捕。加在有熱心負責人甲民眾鬥三工，這個事後員警嘛佇兩個嫌犯的身軀頂去敲到伊托米子甲海洛因的射筒甲射針，最後筆錄依照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公共危險甲妨害公務罪等等罪嫌移送。